那讲到这金东殿的王府礼仪、王尊文化等等，庙方教单呢，依然是遵照古礼伫咧办理。这3年一考的这个香科做一个王招，伊背后意义就是希望地方向上冲，来祈求会当祝福地方平安、消灾解厄、事事无灾。 现场闹热滚滚，民众欢喜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台南嘉里金东殿，这条全长201.8公尺的8足金人夜光灯，拿像大尾林伫街头巷尾踅来踅去，信众沿路队就是为着要看这3年一考的闹热。坐咧夜光灯顶面的新堂，这种大场面是小人乡庆典上有代表性的。开馆了，较连续3天的这个绕境，绕境的尾工嘛是上介济吼，人上介济上精彩的时阵，当阮 夜光头交令的时阵，交令完，阮游完做一个收刷的动作，搁来咱金东殿外围搁靠3人，吼来做一个圆满的结束。事实上，小人乡的传承无简单，这是一个真完整的文王祭典。不过，这个祭典捌经过80几冬，民国76年才正式举办。庙方强调，透过3年一考的盛会，让王尊、王府、8族精人完全照顾咧，因希望会当互在地庄头的人合齐来办这个祭典。整个内底布置，包括整个流程的运作，包括人员的操作。 以及咱所有贵宾的所谓这个以王府来安尼规定来进行。南明所在吼，当然开发来时瘟疫足济，当时的医药无发达嘛，所以这老百姓吼，只有祈求讲上天的温柔吼，来将这个瘟疫甲收回去。阮的这个重点是咧消除瘟疫。 今年小人乡的活动，庄头的人拢真欢喜来参加。拜六这天有来小天的神轿，上无有80外顶，孙庄的范围有嘉里17角头，兼行7个西港甲将军外围的24船庄。除了求平安，上要紧的就是甲过去庄头的精神甲感情，拢总捡倒转来。记者蔡台南采访报道。